大家好啊，又係娛樂咁樣睇嘅時間啦。今個星期咧，想同大家講翻啊，上個禮拜已經上咗噶啦，今個禮拜嚟到第2週嘅呢個白雪公主啊 ，Snow White 啊，亦都係咧迪士尼啊，將佢1937年嘅一個經典嘅動畫啦，就改編成為真人版啦。咁啊，結果咧好厲害啊！厲害在咩啊？就係喺 IMDB 嗰個評分咧一路喺度跌啊！由最初咧有2.1分啦，跟住 IMDB 咧就將嗰個分數公佈咧就刪咗啦。後尾再重開嘅時候咧，就已經跌到得返1.9分啦。最新消息咧係已經跌破咗1.6分。咁呢個分數咧真係非常之令人震驚啊！因為咧係喺全球各地咧都有唔同嘅人士啊，比分俾1分，佔嘅比例係非常之高。咁啊，而 IMDB 咧，亦都甚至乎已經喺上面顯示咗啦，話呢個電影嘅評分咧出現咗異常嘅情況，即係好明顯係有好多人湧入去咧投1分，係咪淨係評分上面俾人玩佢咧？咁我哋睇翻咧票房上面亦都反映到佢唔係一個好好嘅表現喎。喺北美啊，上個禮拜開畫嘅時候就只係收咗4300萬美金啦，係打破咗迪士尼改編動畫嘅真人版電影嘅最低開畫紀錄，仲低過之前2019年嘅呢個小飛象嘅4500萬美金。除咗喺北美差之外啦，全球票房咧亦都唔見得好啊！喺全球票房都係攞咗8700萬左右啦。咁即係話咧，第一個禮拜嘅開畫咧係過唔到1億啊！尤其係呢套白雪公主咧係用咗2.5億嘅成本去拍。咁其實佢個指標咧係睇緊咧之前嘅小魚仙真人版啊，都係用咗2.5億去拍。結果嗰套咧喺開畫嘅時候咧，喺北美係收咗9000幾萬啦，跟住喺全球咧就收咗1.7億嘅。咁所以咧，今次呢套白雪公主咧，全球只係收咗8000幾萬咧，對佢嚟講係非常之重大打擊。再加埋而家評分咁差咧，相信佢可以有後勁去追呢個票房咧，機會非常之低。點解套戲會喺全球各地，包括咗印度，包括咗巴西，明明女主角 Rachel Zegler 係拉丁裔人嚟噶嘛？點解佢做嘅白雪公主去到呢啲地方反而都唔得呢？最主要原因咧，其實係迪士尼出現咗一個重大嘅錯誤，產生咗一套令大家失望嘅白雪公主真人版。咁今集咧就會同大家分析一下迪士尼究竟做錯咗啲咩嘅決定。即刻去片。首先咧就要講下啦，1937年嘅白雪公主動畫咧，究竟有幾咁經典，或者佢嘅歷史地位係喺邊度？呢套戲咧其實就係全球影史入邊第一套嘅動畫長片，係喺戲院度播映。佢嘅歷史嘅地位係非常之重要，佢甚至乎係開啟咗迪士尼嘅動畫嘅事業里程碑啦，亦都係令到迪士尼呢個動畫王國咧，成為咗全球嘅追捧嘅目標。全世界所有嘅動畫師幾乎都係受到白雪公主呢套動畫所影響，因為佢嘅創新嘅製作方法咧，係令到佢有一個好超前嘅視野同埋技術嘅。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係佢嘅最重大價值。咁迪士尼係幾時開始決定要搞呢個真人版嘅白雪公主咧？其實就係2016年嘅時候宣布，而且佢亦都係講到明咧，係想要咧將經典作品係重新演繹，放喺呢個電影院度播映。點解迪士尼會想要搞呢個真人版嘅白雪公主咧？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喺2014年啦、15年啦同埋16年咧，迪士尼都有3套嘅呢個動畫改編真人版嘅電影推出，而且係好成功。首先就係喺2014年將睡公主改編成為黑魔后沉睡魔咒啦，咁即係有Angelina Jolie 做嗰個黑魔后啦。呢套戲咧嗰陣時拍嘅時候咧就係用咗1.8億美金啦，咁其實都唔平噶，因為有 Angelina Jolie 啊嘛。但係結果咧就收咗7.5億美金，咁係收翻足回本有多。跟住第二套咧就係2015年嘅呢個 Cinderella 仙履奇緣啊，就係將呢個灰姑娘嘅故仔就改編成為真人版啦。呢套戲咧就拍得平啦，拍咗9500萬啫，最後咧收翻5.4億，一樣係有成4倍回報啦。咁亦都係賺突嘅喎。去到第三套就係魔幻森林啊 The Jungle Book 啊，呢套戲咧
當時都拍咗1.7億美金，但係最後係大收9.6億嘅。咁所以令到咧迪士尼覺得咧，原來將啲經典動畫改成真人版咧，係一路都可以有好回報。其實睇翻成個原裝版本1937年嘅白雪公主咧動畫咧，嗰個故事嗰個嘅脈絡啊、架構等等咧，其實內容劇情唔算係非常之豐富，有好多嘅創作啊，都係靠歌舞去沖撐住成個嘅場面嘅。再加埋咧，其實佢好多嘅角色咧，都係以一個設計成可愛嘅呢個方式去塑造，包括咗一啲動物啦，包括咗一啲嘅小矮人啊，佢哋啲滑稽嘅行徑啊等等啊，佢哋一啲烏龍啊撞板啊呢啲嘅動態啊，係令到成件事感覺係非常之可愛，因為呢個係動畫嚟噶嘛。因為原著本身係格林童話啦，白雪公主其實係一個德國嘅一個童話故事，一路去發展出嚟噶啦。嚟到迪士尼呢個版本，先至將7個小矮人有唔同嘅個性。以前嘅原著嘅7個小矮人咧，係冇所謂嘅Grumpy 啊、Happy 啊、Sleepy 啊呢啲咁樣嘅名嘅，係去到迪士尼先至將呢啲名賦予咗俾佢哋。而且本身原版故事根本上就係一個公主喺城堡入邊等待王子嚟拯救嘅一個故仔。喺1937年啊，當時連民權法案都未通過，當時女性嗰個地位係非常之低，而創作咗一個公主出嚟有王子去拯救呢一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夢幻嘅故事嚟嘅，對於無論係大人小朋友。但係去到而家呢個世代咧，呢個設定根本就已經不合時嘅。所以基本上咧，白雪公主嘅嗰個嘅設計，成個內容框架都係唔係一個好適合現今社會嘅一個嘅故事。之前基斯頓史超活佢哋去改編一個新嘅版本，都已經跳出咗呢一個嘅 concept， 嘗試用一個新嘅方法，將白雪公主係同獵人佢哋去拯救自己嘅王國呢一個故事咁樣去講法。但係迪士尼嘗試去搬翻1937年自己嘅版本出嚟，而且仲想要忠於原著呈現經典場面，呢個根本上就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係喺2020年嘅時候咧，就發生咗一單重要嘅分水嶺，就係美國黑人George Floyd 俾警員跪頸致死事件咧，觸發到全美 BLM 事件啊嘛，去到荷里活咧將呢一樣咧大力咁樣推進。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平權啦。所謂嘅 DEI 咧，由嗰個時候開始咧，全面咁樣去控制住成個荷里活嘅整個嘅工業啊。迪士尼咧喺呢個時候咧就做緊呢個白雪公主嘅選角，佢哋就決定咗咧唔理膚色、唔理種族、唔理佢嘅嗰個嘅其他嘅外在嘅因素，淨係從根本上面去所謂嘅盲選啊，選一個適合做白雪公主嘅人。結果就當時就 cast 咗Rachel Zegler 啦，當時佢係得16歲咧，就已經 cast 咗做呢個史提芬史匹堡嘅 West Side Story 啊，西城故事。然後喺當時 West Side Story 都未上映嘅時候，迪士尼就決定 cast 佢做呢個白雪公主新版。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社會嘅風氣，令到佢有一個咁錯誤嘅選角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揀咗 Rachel Zegler 去飾演白雪公主咧，最初其實唔係淨係佢嘅膚色或者佢嘅容貌嘅問題，咁當然呢啲係最被網民攻擊㗎啦。其實最大問題反而係佢多番接受訪問嘅時候嘅失言，顯示到佢自己個人對於呢個作品或者對於成個嘅製作嘅嗰個唔尊重。佢以為自己係一個進步女性，去代表女性發聲，但係佢完全忽略咗白雪公主對於整個影視界嘅重大嘅貢獻。喺評論嘅時候，佢話佢只係睇過一次嘅白雪公主原著啦，又話個古仔其實係白雪公主嘅愛情故事啦。咁佢覺得而家新一代唔應該係咁樣啦。另外仲有就係話，其實係王子係一個跟蹤狂啊嘛，跟住先至所以有呢一個weird 呢個嘅表情出現，覺得佢係一個完全唔尊重原作啦，唔理解原作價值啦，甚至自以為是嘅態度咧呈現咗出嚟。咁令到眾人開始咧就係抱住一個睇你點死嘅心態去睇白雪公主真人版嘅推出。迪士尼其實係當時係騎虎難下，大佬其實投資咗咁多錢落去拍2.5億喎，唔通你話換角啊呢個 moment？ 咁又控制唔到佢嗰啲言論，所以點解去到最後白雪公主喺北美正式上映嘅時候，首映嘅時候，
直頭唔搞任何嘅 press con， 唔俾佢接受訪問，就係費事再講多錯多。可想而知迪士尼係幾咁覺得呢個演員係難以控制嘅。另一個問題咧就係白雪公主嘅故事其實係有7個小矮人去做滑稽嘅擔當，結果咧就引嚟咗侏儒演員代表之一啦 Peter Dinklage 咧就喺啲 podcast 度咧鬧爆啦。咁佢就話咧迪士尼依家咩世代啊？你仲揾一啲侏儒演員嚟演小矮人咁樣板化，結果要政治正確嘅迪士尼又進入咗一個新嘅兩難局面喎。所以點解成扎嘅小矮人全部用 CG 去做咧？就係因為佢要避免話用一啲侏儒演員去演一啲小矮人，有一個所謂嘅刻意令到佢哋即當小丑嘅角色去演出。第三個錯誤就係揀咗 Gal Gadot 去做壞女巫，唔係話因為佢太靚過 Rachel， 所以令到有個太大嘅反差，唔係咁簡單。而係因為本身Gal Gadot以色列人嘅身份啦，同埋佢曾經做過以色列嘅女軍人嘅呢個嘅身份咧，令到佢喺好多中東國家都不受歡迎。之前就係神奇女俠咧，喺中東國家都好多都唔俾上，去到喺白雪公主入邊咧，好多中東國家都投訴話一個有軍人身份背景嘅人去演出一啲嘅童話故事咧，係好令人反感。即使佢係演一個奸角，本身呢樣嘢其實都已經有好大影響啦。再加上以色列攻打呢個哈馬斯嘅時候咧，佢發表咗好多嘅言論，都係支持自己祖國以色列啦。咁令到好多人對佢個嗰個印象非常之差。好衰唔衰？Rachel Zegler 咧就係支持巴勒斯坦，好多次喺Twitter 即係而家叫 X 嘅入邊咧，就留言又話要支持巴勒斯坦。咁兩位演員咧其實咧極之有心病。去到好多嘅宣傳咧，其實都見到佢哋兩個冇一齊宣傳。咁喺呢個無論選角啦，定係嗰啲小矮人啊呢啲問題上面咧，都已經有好多嘅掣肘，令到迪士尼根本上喺成個創作上咧都有好大嘅困難。呢個就係引申到後邊呢個劇情上面嘅一啲重大嘅錯失啦。迪士尼堅持要將佢哋1937年原版嘅呢個白雪公主呈現俾大家，當然佢都有改動到係符合一啲新嘅元素啦。即係正如Rachel 佢之前接受訪問都話，呢個版本唔係白雪公主等王子嚟拯救嘅一個故事啊嘛，係一個白雪公主其實係帶領大家去前進，勇敢去追求自己夢想嘅一個故事。咁所以咧，成個古仔咧就有個好大嘅轉變啦。由於 Rachel 本身嘅膚色就唔係原著版本嘅白雪公主嗰白如雪嘅嗰個膚色啊嘛，但係喺呢個新版本入邊 Rachel 冇可能用咁樣嘅形容啦，於是電影就改咗佢，話佢係因為生於暴雪嘅時候，所以佢個名先叫 Snow White 嘅。咁我覺得呢個改動都還可以，即係你令件事合理啦。咁亦都唔好夾硬要話佢係因為皮膚白而叫做 Snow White 啦，係咪先？然後喺成個電影入邊咧，有好多嘅經典場面又嘗試重現嘅。包括咗一開場嘅童話書揭開嘅呢個嘅方法去做一個引子咧，其實都係1937年嘅版本嘅原本嘅嗰個設計嚟。另外仲有就係魔后嘅嗰個造型啦，其實都係重現翻1937年佢嘅嗰個造型嚟嘅。佢同魔鏡嘅對談啊等等啊，呢啲嘅畫面全部都係跟翻晒原裝嘅經典畫面。另外仲有小矮人佢哋去開工啊嗰個嘅剪影啦，亦都係同呢個原著係有好類近嘅個呈現翻出嚟。咁呢啲咧都係喺既有嘅材料入邊去做一啲致敬啦，或者去攞翻啲元素，等大家會有一個 recall 係同個原著係有關聯。但係喺劇情上面咧就有好多嘅改動。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情況咧係出現咗嚴重嘅邏輯問題。亦都係因為政治正確嘅問題，令到佢改動故事嘅時候有好一個綁手綁腳嘅情況出現。古仔要進步嘛，唔要王子拯救嘛，於是就冇咗王子啦，改咗男主角咧就變成咗一個係反抗軍嘅領袖啦，叫 Jonathan 啦。佢入皇宮偷糧食就撞到一個女仔，以為呢個係女傭嚟嘅，原來係白雪公主。佢仲同佢討論講緊話白雪公主冇幫大家啦。
又話佢好似不知民間疾苦咁樣啦，對佢本身就對白雪公主呢個形象就本身冇好感。咁其實就係想咧建立就係佢哋之後經歷過好多嘢啦，互相真係了解對方啦，唔想有因為係對方身份而愛上對方，係希望有呢一個嘅感覺喺入邊。咁但係問題就係 Rachel 本身飾演嘅呢個公主咧，就本身佢個人同個角色咧，就令到大家覺得唔係一個討喜嘅角色。然後就係 Jonathan 嘅成個設定咧，感覺上無論佢造型上面，定係佢個選角揀咗由阿 Andrew Barnett 去飾演咧，其實講真係唔係好多人知佢乜水，好似一個路人甲就嚟到咁就係成為咗男主角咁，令到大家投入唔到佢哋兩個之間嘅愛情萌芽。另外仲有一個就係最重大嘅 bug 啊，就係因為要遷就 Rachel 佢嘅膚色同埋佢嘅容貌唔夠漂亮，於是魔鏡嘅標準咧係有一個好重大嘅落差喺入邊。佢最初話魔后嘅嗰個容貌係全世界最靚啊嘛，之後佢就話白雪公主個內心最靚，所以佢係全世界最靚。問題就嚟啦，本身一個殺人如麻、奴役人民嘅皇后，佢本身個內心就係冇可能靚過其他人，所以任何人都會靚過佢。而白雪公主只不過係佢認為係最善良、最好嘅內心，所以係最靚啫嘛。所以白雪公主就算唔出現，黑魔后佢如果以根據魔鏡嘅嗰個講法，佢嘅內心永遠都係差過所有人嘅內心都會比黑魔后好。咁嘅情況下，所以其實唔關同白雪公主嘅鬥爭事，其實係黑魔后自己外表同內在嘅對抗。如果有咁嘅描寫咧，可能會更好一啲。但係好可惜啦，成個古仔就係用呢一個嘅錯誤嘅基礎去建立噶嘛。當魔后知道白雪公主嘅內心靚，所以佢贏咗佢，於是佢諗住殺咗佢。咁即係話你個內心咪更加黑暗咯？以為咁樣會成為咗魔鏡口中嘅更美麗咩？魔鏡個標準改咗啦，魔鏡標準唔係講外貌啦，而家係講內心啦。你再做啲嘢咪更加個內心更加差咯。所以成個設計咧，由魔鏡改變標準呢度開始咧，已經全套劇嘅嗰個logic 都冧晒，呢個係成個最重大嘅破壞，就係為咗遷就 Rachel 係飾演白雪公主。所以點解啲評論又好，啲所有嘅嗰啲投票都好，佢哋唔係單純地討厭 Rachel， 而係因為 Rachel 演白雪公主破壞咗成個經典，將整個經典嘅嗰個無論劇情，無論係嗰個內容嘅走向，陷入咗一個邏輯混亂嘅地步。你話白雪公主內心善良，所以佢係非常之靚啊嘛。佢善良咗喺邊啲位呢？喺成個劇情上面嘅鋪排上面，我哋睇唔到佢有呢啲嘅方面嘅呈現。最初細個嘅時候係有整到蘋果批分俾所有民眾一齊食，好開心。佢有關心其他人，佢當嗰個反抗軍啊 Jonathan 俾人鎖住，佢有俾個麵包佢。呢個就係佢善良嘅呈現啦。嗰個嘅片面程度係令我哋完全投入唔到，我哋唔覺得佢點樣內心美麗？佢全程只不過喺個城堡入邊被困喺度打掃，點樣內心美麗呢？都推唔到落去，令觀眾投入唔到，覺得佢係因為內心靚而所以係贏到美麗嘅皇后。我知道電影係好想表達到心善則美，但係喺外在上喺劇情上都推唔到呢個劇情出嚟俾大家。劇情出現好大漏洞啦，咁冇辦法啦，咁唯有睇歌舞啦，係咪先？歌舞亦都好大問題。歌舞嘅問題就係第一場嘅歌舞係佢哋喺村莊嗰度嘅跳舞啊，大家慶祝啊，大家整嘢食啊等等啊嘛，成個王國一齊開心咁樣去生活啊嘛。喺呢場歌舞咧，個場面嘅調度係非常之混亂，大家嘅衣着咧花哩花碌，然後咧啲主角嘅衣着咧喺入邊融咗入邊咧係揾唔到佢出嚟。鏡頭上面亦都冇好好咁樣去將佢係帶翻出嚟俾大家。其實呢場戲咧係有啲似呢個Beauty and the Beast 啊，美女與野獸咧，Emma Watson 佢嗰場嘅村莊嘅嗰個遊走嘅氣氛，嗰個戲咧就有個焦點喺度。呢套白雪公主咧其實就冇咗呢一樣嘢，去到最尾嗰場咧就忽然間調翻轉喎，全部白色衫。我哋當然明白啦。佢想帶出大家人人平等，無分膚色，大家都係一樣嘅。
但係問題就係成班白色衫喺度跳舞咧，令我以為睇住啲人喺精神病院入邊跳舞，或者係病人一齊喺度跳舞。第二樣嘢就係有一場喺小人屋企入邊嘅嗰個打掃，有嗰首經典嘅歌嘅《Wish You While You Work》嘅。原本呢首歌其實係白雪公主幫小矮人打掃屋企嘅時候，啲動物幫佢打掃，一齊走打掃，然後唱呢首歌。即係如果以1937年嗰版本嚟到呢度咧，就變咗白雪公主同成班小矮人一齊打掃間屋嘅時候唱。個問題就嚟啦，成首歌唱嘅時候咧，係好似指揮緊啲小矮人去做嘢。白雪公主指揮啲動物去做嘢咧，就冇呢個大問題。白雪公主指揮其他人去做嘢，然後自己好似唔使點做咧，就係一個好大問題。咁就令到成個嗰個歌同個畫面嘅配合出嚟之後咧，就唔係嗰樣嘢。唔係嗰樣白雪公主個人好善良，幫一個陌生人屋企打掃嘅嘢，而係教大家點樣好好地打掃自己屋企。成個夢幻感覺係改變晒，呢個又係將嗰個劇情嘅改動咧，係一個好大嘅錯誤嚟嘅。我覺得迪士尼而家用 CG 去做動物去一齊整呢個打掃屋企，其實完全拍得到嘅。點解佢要將呢個劇情擺去後邊，變成同所有嘅小矮人一齊打掃咧？就係因為本身原著1937年版本白雪公主同小矮人一齊跳舞嗰段戲咧，係一段好冇內容嘅戲，係一段佢哋只不過坐喺度休閒地唱歌嘅戲。電影去到而家新版真人版喺呢方面就唔可以有一段咁長嘅歌舞係冇作用嘅劇情，所以佢先將嗰段歌舞放咗去呢度配呢首歌，諗住將兩樣嘢結合成為一個新嘅版本，但係就出現咗一個咁樣嘅令人哋覺得白雪公主指揮啲小矮人去做嘢嘅情況。其實原著1937年咧，白雪公主真係刻苦耐勞嘅，佢係啲小矮人走晒之後，佢就幫手打掃啦、抹屋啊咁樣樣。而家就變咗係我瞓醒啦，就指揮你哋去做嘢，咁啊好奇怪啦，係咪？另外仲有一點就係壞皇后基加道神奇女俠佢唱歌真係好差，再重要嘅就係佢肢體形態咧係表現出嚟係非常之奇怪。我之前都寫咗一個 post 就係話，佢好似精裝追女仔入邊馮淬帆中咗真縮水咁，縮嚟縮去，啲面部表情係非常之誇張。白雪公主進入咗森林之後咧，嗰套衫係冇換過。其實我反而希望佢有多啲唔同嘅裝扮去嘗試更換，俾到觀眾有啲新鮮感又好，令到你之後可能賣衫可以賣多幾款都好啊。但係唔係喎，因為 Rachel 根本就係唔着住嗰件衫，大家都唔覺得佢係白雪公主啊嘛。所以點解就成場戲一路殺到去到尾都要着住嗰套衫，然後嗰套衫咧感覺上係好似一套好 cheap 嘅 cosplay 嘅衫，完全冇華麗感，亦都冇一個新嘅時代感覺。仲有就係最後嘅嗰成段嘅結局高潮戲啦，壞皇后化身咗做一個女巫婆婆啦，就送蘋果去到呢個小矮人家屋度俾阿白雪公主啦。其實呢場戲喺動畫版咧係變成一個好陰森嘅成個嘅氣氛啦，天氣都轉變啦，跟住後尾仲甚至乎落雷暴行雷閃電咁樣。電影版嚟到呢度新真人版咧就完全冇晒呢樣嘢，甚至乎係一個陽光普照。我唔知道佢點解會有咁樣嘅取捨啦。原版呢個嘅 ending 咧，跟住落去就係講緊成班小矮人咧去追壞皇后，跟住就追到上去山上面。壞皇后咧就係諗住挑嚿石去砸死大家，一路風暴咁樣嘅，點知就係俾雷劈落去嚿石度去墮崖而死，係一個好似天譴咁樣嘅情況。然後先至講成班人悼念白雪公主啦，跟住王子嚟錫佢一啖，所以先至會有個蘇醒，係將呢個高潮位擺到最後。新版本嘅真人版將成個劇情改咗，錫公主呢場戲咧，首先就唔係一個高潮嚟，係一個好平淡嘅劇情地覺得，咦嚟到錫咗醒咗完，冇一個推進令我哋覺得係一個高潮。然後白雪公主就去到皇宮嗰度，希望要去喚醒所有人民啊嘛，對抗壞皇后嘛。咁佢用咩方法咧？就係靠把口。美國隊長4咧已經係一個靠把口贏咗 Red Hood 嘅一個令我覺得非常之奇怪嘅一個設定啦。嚟到呢度，白雪公主又係靠把口，仲要係搞笑地係咩咧？點咗啲士兵嘅名啊，希望話俾佢聽，我知你叫阿 Paul， 我知你叫做 Andrew， 我知佢叫 Anthony， 你哋咧就係農夫之子啊，你係麵包鋪之子啊，你哋其實都係大家都係好，我哋大家都係好朋友嚟，我哋大家都係相識嘅。咁樣嚟
喚醒佢哋。我完全唔明白呢啲咁嘅點名有咩咁嘅喚醒嘅作用？係咪起底令佢哋驚？唔係係嘛？但係就係咁喎，白雪公主就真係喚醒咗佢哋咯，然後就調轉槍頭就對付阿壞皇后咯。咁皇后佢點樣呢？皇后就走翻去屋入邊，繼續揾翻魔鏡去問我係咪最靚？咩料啊？究竟嗰個設定個皇后佢係咪只要美貌就得呢？佢唔需要有任何嘢，連王國都可以唔需要。咁點解要霸住咁多嘢呢？最後佢係俾魔鏡，佢擊碎咗魔鏡，然後俾魔鏡消滅咗。成件事同白雪公主冇關係，亦都同人民起義冇關係，反抗冇關係，係佢自己消滅。咁點解唔用翻原本嘅嗰個結局？就係壞女王其實係俾天譴咧，俾雷劈落嚟，令到佢墮崖身亡咧。其實白雪公主呢一個動畫作品咧，根本唔應該改編成為一個真人版，因為呢一個根本就係去推動你個動畫事業噶嘛。你將佢變成一個真人版，即係話動畫事業其實已經唔係一個而家嘅時代需要嘅事業。迪士尼係將自己整個嘅命脈嘅根本咧，攞出嚟，然後玩爛佢。無論喺 IMDB 評分啦、票房上面失利啦，或者係其他嘅評論啊等等嘅追擊啦，都顯示到迪士尼成個決策上面，當年決定改編白雪公主係一個好錯誤嘅決定。咁而家當然啦，大家馬後炮就睇得到啦。如果佢票房成功，我哋可能未必會咁講，但係冇辦法，觀眾佢哋嘅一票咧，其實就真係最話到俾你聽。你係咪啱？今次好明顯就係觀眾投票話俾你聽，迪士尼你錯咗。今集講白雪公主咧就講到呢度啦。鍾意我 channel 咧記得 like 啦、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啦。下集再見啦，拜拜。